有真侪西方人是透过电影甲戏出对日本的武术文化真痴迷，也伫咧东京有一间武术博物馆，除了有展出相关的文物，也有武术后代家族现场来表演剑术。活身抽刀、电流力的手势，佮稳稳啊收倒刀手。这是东京的武术博物馆，毋但展示头盔、武器等等文物，佮有详细解说甲示范，游客佮会使穿战甲，家己发成武术。C'était vraiment tous les accessoires qu'ils avaient, tout ce qu'ils avaient acquis, tous les sets de samouraïs qui étaient vraiment intéressants à voir, les épées. Donc, non, c'est très bien. 真侪人对日本武术的印象是为日本的大和剧，也是武术电影。其实武术是为12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以武术皇太贵族的特殊阶层。不过，高超的武艺只是基本，忠诚、勇武、甲纪律等等的武术道精神，同款袂当欠。而且示范剑术的田村先生是武术的后裔，家己也学习剑术真侪年。伊表示希望透过安尼的推广活动，互更较侪人重新熟悉武术精神。国の皆様にはそういったことをもう一回日本に思い出させていただく、その中でその日本の中にこの侍文化の、彼らから再発見される我々に逆輸入されるようなその新しい価値観。这间博物馆唔但互已经消失百多年的武术文化，会当搁一摆互外界看到，嘛互搁较侪对日本历史感觉好奇的人亲身来体验。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